下面这一章，我也要跟全世界各地的学佛弟子们，大家来分享。师父要告诉大家，我们人要从谦虚当中来体验乐趣啊。一个人越谦卑啊，很谦虚就非常谦卑，那你就是非常恭敬大众。你恭敬大家，实际上是恭敬你自己啊。你的心是善良的，是美好的，所以你从谦虚谦卑当中，你去体验那个乐趣。为什么？跟人之间的相处非常和睦，非常融洽，所以你就会觉得很快乐，很有味道。各位，对不对？因为人不会孤单，不会寂寞，知道吧？因为你跟别人相处，人家你对别人好，别人也对你好啊，所以你就指的是自己是被需要的人，你就活得很快乐。所以说，我们从谦虚当中去体验乐趣，从忍辱当中去培养美德。不要计较啊，不要人家冲突啊，不要看不起别人啊。什么人家诽谤你呢，侮辱你，糟蹋你，或者藐视你，你要从忍辱当中，我们不要计较，一切都看破，一切放下，培养你的美德。德从哪里来？就做人嘛，不伤害自己，也不去伤害别人。这叫做德，一个非常完美的道德。从哪里来？从忍辱中来的啊。什么东西都不计较，什么都不气愤，那么一切都能看开，一切都能放得下。这样的当中，你的美德就无形之中就提升了，就增长了。从自制当中克服物欲啊，我们自己要控制，自己要能够摆脱，自己要知道这个是不好的、不正当的、不应该的。那么要从自己控制，克服这个物欲，就外在的一切欲望，要尽量的要摆脱掉，远离掉，自然你清心寡欲，精神就饱满，烦恼就断除。所以我们从自制自己能够控制的当中，去克服这些外在的欲望，从宁静当中来安顿你的身心啊！不要每天都烦恼不断啊，都是非一直重生了，一直不断的在很复杂的环境当中一直这样压抑自己，这个是不好的。你没有办法明心见性。什么叫做明心见性啊？明心一定要知道啊，明心是要明白外在的一切都是你心所创造出来的东西，所以叫做明心啊。见性，见到你的本性，见到你自己的神识是不生不灭、不增不减，它不会动摇的，它是记住一切的，它是清净光明的，你就见到你的本性了。各位，这个简单的讲哈，浅白的话来解释，就很容易懂了啊。如果说你明心见性了没有，就是你知道这个外在是随着你的心在转了，你要心去转环境，不要环境控制你的心，你要懂这个道理啊。什么叫见性？你的本性嘛，本性就是你的魂魄，你的神识就是你的佛性，是不会增加，不会减少。人会死，但是你的灵性永远不生不灭，这个叫做明心见性。你懂吗？懂，那你就看到了。你不懂，就懵懵懂懂的，糊里糊涂的，那这样你对什么明心见性是非常遥远的。所以一定要注意，我们要从宁静当中来安顿我们的身心，让你的身跟心不受干扰，不受障碍，不受外来的刺激。所以你从宁静当中就可以，你的身心就安乐下来。从念佛当中处理生死，因为其他修行的方法都很好的，门门都是第一的。你看药无贵贱呐，能够相应就是好药嘛。所以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，门门都是第一，门门都是最殊胜的，门门都是伟大的。佛讲的话怎么会说有差别呢？不可能的，大家都是平等。但是主要是它是应机契法，应你什么根基，你这个对象是什么程度，你能够吸收多少，你能够接纳多少，我用这个法来跟你讲，你听得懂，能够受用，这个就最殊胜的法，最至高无上的法，对不对啊？但是我们一般人习气很重，我们很难说我要改变自己，很难。那这个怎么办？因为那个是靠智力，靠智力来压制你的这些邪恶的观念。怎么排除你这些没有必要的妄想？那我们做不到，习气很重，做不到怎么办？不要贪，但是偏偏要贪；不要怨恨，我们也会怨恨。
对不对啊？哎，那怎么办？那这个智力要控制自己的话就很难。但是我们从念佛当中处理生死，念佛就是要靠佛的意思，有佛来做我们的后盾，佛陀在背后给你最大的力量。只要你念佛，我就救度你。虽然可能或许你是很富有的人，可能你是一个很庸俗的人，可能是一个你本身智慧高超的人，很有本事，很有才华。但是各位，你靠这些，他没有办法脱离生死。所以我们只有在念佛当中，靠佛的愿力，靠佛的慈悲，我们就念他的名号，他自然就跳脱生死苦海，不要再六道轮回。哦，原来念佛这么重要，对我们这种不懂修行的人是一个最大的帮助，最大的帮助。所以这个以上这几点来提供给大家参考哈。南无阿弥陀佛。